問答環節，但因為咧呢啲已經過咗去啦。但係如果我可以改變咧，我應該唔係改變個環節，我係想再瘦咗10磅啊，再瘦咗10磅。因為我記得我 semi final 嗰時係好瘦嘅，但係咧我好似 final 咧又肥翻啲啲啊。嚇，1-2個禮拜嘅事嚟喎，可能係水腫嚟嘅，都有可能。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你一定要係 keep 住最好嘅狀態上鏡㗎嘛，所以而家可以揀咧，我會再瘦啲。其實我覺得咧 at the end 咧嗰啲每一個環節點樣都好啦，因為你唔知個問題會問咩，譬如 Q&A， 咁 catwalk 你又其實都做咗足夠嘅準備，你自己可以做足即係你自己可以改變嘅咧就係你一定要瘦，因為瘦咧上鏡就一定靚㗎啦。所以我覺得最緊要都係瘦咯。at the end 我最係咪大家都即係最緊要瘦？咦係我哋首歌嚟㗎喎。最緊要瘦。最緊要瘦係啦，最緊要瘦。OK， 真係追求完美啊會係你。你話你有水腫啫，但係都攞咗冠軍。如果好瘦嘅話，即係嗰日最佳狀態攞宇宙小姐冠軍㗎啦，真係。哦，所以我冇攞到最上鏡小姐啊。我知點解。哇，呢個係有個遺憾嘅。係咩？咁嗰年係邊個攞咗啊？Penny 楊培琳。楊培琳。係啊，所以我就覺得唔係最靚嘅狀態咯，我覺得。如果收多少少水咧，就更加可以攞埋嗰個上鏡小姐。最緊要瘦。OK，仲有進步空間，好犀利 Sabrina。俾你揀一個人推薦，你會唔會推薦妹妹啊？妹妹都好靚嘅喎。都可以喎。係啊。咁我會直接幫佢遞表啦，都係。因為我有晒佢啲相，有晒佢啲資料㗎啦嘛。咁寫埋提名人就係我自己咧。咁我幫佢遞表，佢嚟就得㗎啦。OK，係啦，有家姐嘅即係報名同埋支持，一定好好啦。好啦，問下到 Carmany 啦。好，當年。